自2024年6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主踮我身边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9节到22节。着真所话，赶紧来我遮，因为弟妈贪爱现世，已经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。基律士嘛已经去加勒泰，提多嘛去塔马泰，只有路加甲我做伙伫遮。你着去带马可甲你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工作真有帮助。我已经派崔基古去以弗所。我伫特罗亚的时，留伫加布因兜迄领外衫。你要来的时，着带来，嘛着带遐个册来，特别是遐个羊皮的册。拍档师傅亚历山大甲我害甲真惨，主会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应。你家己嘛着提防，因为伊极力反对阮所传的信息。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无人伫身边帮助我，大家拢甲我放杀。愿即个罪无归伫因。毋过主徛伫我身边，互我有气力，通完整传扬信息，对所有的外邦人拢听见。最后，我有对师的喙受救出。主会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，嘛会救我进入伊天年的国度。愿荣光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替我甲毕基拉、阿基拉甲俄尼瑟弗全家请安。彼拉多继续踮伫哥林多，得到飞毛破病，我甲伊留伫米利都。着真所话伫冬天以前来，有保罗、布甸、利诺、基罗底亚甲众兄弟姊妹拢要甲你请安。愿主甲你的心灵同在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主踮我身边，这是甚物教会？这位青少年对教会转去因兜的时，去噗噗讲，活动结束后，拢无人要斗帮忙收拾，大家拢覕点角落缀耍手机仔。妈妈听到安尼的抱怨，了解代志的原委了后，甲伊讲，听起来你受气是因为遮个爱活动的团契干部常常时无善尽因的责任。不过听起来还是有几个人有帮忙啊。阿嬷伫边仔听到两人的对话，也过来分享讲，乖孙的，我甲你讲，毋是只有青少年安尼，连阮年纪遮尔大，也会拄到类似的情形。团体中，就是有人会逃避责任，这是人生必学的功课，咱通好好来做探讨。保罗建造教会的心志甲能力是不容置疑的。毋过，直到伊得要离开世间，毋但还着面对外在的迫害，也还踮无完美的信仰群体内面。当时弟妈贪爱现世，离开保罗到帖撒罗尼迦，基律士去加勒泰，提多去塔马泰。只有路加甲伊带做伙。保罗讲，我头一遍申诉的时，
无人伫身边帮助我，大家拢甲我放杀。但是保罗并无埋怨这是甚物教会，反倒讲愿这个罪无归伫因，因为伊深信主踮伫边仔底支持，互伊气力。迄位互保罗内心有气力的上帝，也是要赐气力互但以理的上帝。但以理做人诚实敬畏上帝，伊当初因为嫉妒想要甲陷害，却找袂到任何把柄，所以因想办法请大流士王立一道甲但以理的信仰相违背的禁令，互但以理毋是违背信仰，就是违背帝国的法律。当但以理因为敬拜上帝，伫甲违反法律的时，连王也袂通救伊，只会当讲愿你所忠心侍奉的上帝拯救你。谁人会当对妖恶的狮仔喙内拯救但以理呢？大流士王宣告：现在我降旨，我统治的全国人民，你拢着敬畏但以理的上帝。伊是永远的上帝，永远存在，伊国永远袂消灭，伊王权永远存续。伊透放伊拯救。伫天顶地上行新约奇事，伊解救但以理，将伊对狮的喙救出来。上帝是咱心念的气力和永远的愿望。检察外在的压迫，互人倍感压力；信仰谈判的离去，互人感觉心痛甲孤单。不过，若上帝还踮身边，咱就永远有愿望。忠心的基督徒不一定就会过了较平顺，忠心的牧者也无法度保证所牧养的教会袂出差错。毋过，咱确信，上帝有缘伫选召伊忠心的仆人，成做咱的同伴，传承美好的信仰，就亲像路加成做保罗的同伴，毕基拉、阿基拉和俄尼西弗也是保罗的主内至亲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最后的祝福是：愿主甲你的心灵同在，愿上帝恩典甲恁同在。这是真实的祝福，你领受到未？日想，主甲我同在，这句话对我来讲是空虚的，还是真实的？主甲我同在，这句话对我来讲是空虚，还是真实的？做伙来祈祷，公义的主，主比人民人的天父，你捌甲但以理同在，也甲保罗同在，求你今仔日也甲我同在，互我奉你的名，也会当坚固身边遭遇困难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